这台湾科学教育馆是真闹热，有真侪台语、客语的母语团体来这摆档啊，参加第1届的母语家庭生活节，希望大家来这洗市啊，嘛算甲欢喜。上重要的是爱讲母语。台基路亲子共学团的囡仔对音乐哪唱哪跳，为着推广母语，计共30个，包括台语、客语、关注民语的团体，头家做伙伫科教馆摆档，教大家讲母语。阮嘛是趁这个机会，就是民间团体会使自发来办这个活动，就是大家会当做伙交流，嘛吼，愈侪人知影讲哦，其实有遮侪家庭，即马拢伫用母语饲囝。1、2、3 ，Action！ 金蕉土豆。公司台记台嘛伫遮摆档，囡仔大人嘛通遮做主持人，体验录影的感觉。介绍土豆。伊感觉这都是我昨昏讲的话啊。嘿，对，希望讲大家拢会当来遮啊，做自然的讲你家己的语言安尼。除了真侪创关活动，母语家庭生活节嘛有刺激，连学科学嘛会当用台语。这是乞食，照你讲乞食会安怎？会念起来对无？囡仔若听嘛愈惯势，台语老讲活动上主要是要传达母语，唔会当用伫生活，嘛通传达知识。记者廖文佳、桂林台北采访报道。